大家好，依家想同大家介紹下智能家具替換功能嘅小技巧，仲會示範點樣可以快速更換地板材質，幫你用 AI 輕鬆改造屋企。首先上載或者揀一張相片，記住相片唔好太大或者太細，一般建議解像度大約1080至2K。揀好之後撳 AI 重配裝修。如果你發現用完智能家具替換之後，啲家具重疊咗，想將家具換成尺寸或者形狀差距好大嘅款式，可以跟住以下步驟去處理。首先，先用智能家具擦膠清除舊有家具，大概塗抹成個你想清除嘅家具範圍，然後撳套用、耐心等幾秒，原本嘅家具就會被清走。清除之後，如果仲有少少污跡或者殘影都唔緊要，只要再開智能家具替換，揀返你想要嘅新款式，等幾秒就可以睇到乾淨又自然嘅成品效果。跟住我哋可以一口氣將座椅同梳化一齊換新，重複同一個步驟，揀好想替換嘅家具款式，幾秒鐘之內就可以即時睇到煥然一新嘅佈置效果。之後，如果你想將原本嘅地板改成木板地板，可以咁樣做。首先撳風格重塑筆刷，然後粗略咁塗抹你想更換嘅地板範圍，再喺下方輸入木製地板，最後撳套用，等待幾秒，地板材質就會自動變成木板。完成之後再撳下一步，就可以清楚對比改造前後嘅效果。歡迎大家一齊跟進我哋試用智能家具替換同風格重塑筆刷，用 AI 快速打造屬於你嘅理想蝸居。